乌克兰甲罗西亚开战了后，第50届交换战区，罗西亚是放207人，乌克兰放出195个兵。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推出休克疗法，要救国家经济，物件恐惊会升大起。目前国会也在审查。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今年4月开始，旅游大馆入股城爱事先预约，纳代票170块左右的入城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这个月底就满2年啊，将双方是搁在交换战区，是这开战了后的第50届。罗西亚是放207人返去乌克兰，当中是包含兵仔甲平民。也若是乌克兰这边是放出195个罗西亚兵，双方累积已经交换6000多人。除了两国之间的问题，伊嘛拢有家己的难关。红下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惊这部队的总司令威胁到伊连任，所以讲就要求总司令辞职去互拒绝。也若是罗西亚迄边是通过新法案，要甲散布罗西亚军假消息的人没收财产。总算回来家乡，乌克兰战路欢喜欢好，有人落车就摸到出来人，阁有人倒伫土骹，双手举悬悬，享受自由的空气。有真侪人阁披咧乌克兰的国旗，敲电话向出来人报平安。俄乌战争发展到暂时，伫这月31日，双方各一摆交换战俘。俄罗斯讲，双方分别交换195名战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 X 表示，这场换战俘的行动，拢总有207名乌克兰人返来。这是这月20日，俄罗斯讲一只载着65名乌克兰战俘的军机，和乌克兰拍落来了后，双方头一摆交换战俘。伫返去乌克兰的战俘内底，有36个人受伤，也是得到严重的疾病。在着泽伦斯基总统任期就要到期，乌克兰国内嘛传出泽伦斯基为着竞选连任，要求民意支持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请辞，而且寻求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也是陆军司令瑟尔斯基接任。虽然乌克兰国防部立到否认这个状况，也毋过英国卫报报道乌克兰反对派机关讲车林克的话，表示要求请辞的命令已经予扎卢兹尼拒绝，而且陆军司令瑟尔斯基嘛已经拒绝接任总司令。在乌克兰国内有政治斗争的同时阵，俄罗斯是咧国会国家杜马450名议员内底，有377名议员的支持之下，通过新的法案，按算对散布俄军假消息的人没收财产，不过民众却无支持这个法案。Но имущество обычно забирают за долги, за дискредитацию. Ну, может быть уголовн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но не имущественная. 俄罗斯民众认为，对于散布俄军假消息的人，应该提起刑事诉讼，判处刑期，不是用没收财产来处理。这个法案佫需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还有总统普廷的签字，才会正式生效。国际新闻台宋冰玉。我来看美国甲日本的联合军演，美国2只航空母舰暂时甲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伫咧菲律宾海联合演习，这就引起中国关注，派间谍船去收集情报。另外，这嘛是2年来美国头一遍3只航空母舰聚集伫咧第一岛链，学者就认为讲这是美国要吓中国甲北韩。美国强化伫印太区域的影响力，最近和日本伫菲律宾海开始联合演习。美方大阵头出动2只航舰，卡尔文森号航舰打击群、罗斯福号航舰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驱逐舰伊势号这舰艇做伙。美国海军第7舰队讲，美日双方加强海上的通讯行动、空战行动和下甲板的飞行行动。日本海上自卫队讲，继续加强日美同盟的力量，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引起中国的注意，派间谍船来侦搜。Look, the tensions in the Indo-Pacific,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our alliance, the capabilities,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South Kore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to talk about. 另外，美军另外一只航舰打击群雷军号，目前停伫美军刑事核基地母港。这是2年来美军3只航舰第一摆做伙伫第一岛链，外界解读美国向中国和一直发射飞弹的北韩放出黑警的信号。
同时有3艘航空母舰在这个区域活动，那表示说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嚇阻力量呢，再加以强化。那美国海军是说这样的可以足以嚇阻这个中国或者是北韩在这个区域的可能的这样的蠢动。路透社报道，美国因应中国反台有可能来放燃油补给和加油船，和军事乌琴的弱点风看现现，决定要增加补给中心，包括澳洲设立新的军备库存，或者讲俄乌战争的开发，就是弹药的收控量真重要。在第一岛链上这些基地，好像包括在这个加索纳，包括在日本，他们都有当然都有弹药库存，然后彼此跟这个日本自卫队也有一些这个弹药上面的互相支援性，但是它很可能都会这个容易遭到这个摧毁，像关岛啊，或者是未来的天宁岛之外，那可能在这个澳洲这边呢，强化它的这个部署也可能非常重要。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进前和澳洲国防部第一助理部长菲利普会谈，讲到东海、南海、台海的议题，美俄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加强和日本这区域盟友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强新闻。日本2020年有医师是接受渐冻症患者委托，用药啊帮助伊安乐死。今日规定，检方是以协助杀人罪，甲医生判处23年徒刑。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2003年请到全世界古装电视剧大中金，过23年，女主角李英爱确定出演这大中金的第2季，上紧明年初就放送。英国《Times》报道，伦敦昨是有9个人去互破的假肉，类似硫酸的物件。这受害者当中，阁有2个囡仔，目前也伫咧病院治疗。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宾州一个查甫人伫因兜杀死老爸，竟然阁甲过程录起来，看伫咧 YouTube。这样恐怖影片 ，YouTube 是过5点钟甲抬掉，引起批评。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通用汽车生产的自动驾驶客运车，去年才营运3个月，就因为安全问题，互禁止就路，造成这通用汽车去年损失超过34亿美金。来看社会冲突，就任无2个月，阿根廷新总统米雷伊是推出休克疗法，要救国家的经济。这款做法达到效果进前，这物件是起价起甲抓袂牢，百姓的生活会愈来愈痛苦。目前国会是当咧审查这项政策，当地民众嘛组织伫咧国会大楼示威抗议。部分抗议民众想要冲向国会大楼门口，互镇暴警察用人墙阻挡。警员除了用盾牌挡人，也甲渐入人阵拖走坐伫涂骹的示威者，嘛向冲撞警方人墙的民众喷胡椒喷雾，场面正乱。新任总统米雷伊就职以来推出的改革方案引起少年团的抗争。伫国会审查过程，相关的委员会透过调研协商，删除部分争议正大的条文，像讲30人以上的抗争必须都要得到警方核准。那在野党不满，联合国嘛正式发函要求阿根廷政府删除这条文。不过左派的在野阵营正看伊的有关国营企业民营化的部分，也甲大幅度放宽土地开发的环境规范，目前也会保留，这也引起工会甲环保团体的忧虑。Una manifestación tranquila la convirtieron en esto. Patricia Bullrich quiere provocar, quiere que la discusión sea represiva para que no se sepa que lo que están votando es un desastre. Nada más que eso. 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前防部指出，即前的自由前进联盟对法案到尾会过关真有自信，因为伫过半边年的支持米雷伊的改革措施会当顺利上路。伫这个同时，国际货币基金 IMF 针对阿根廷440亿美金纾困方案所进行的最新评估，因为虽然去年底无达成计划目标，不过 IMF 也是决定放其中的47亿美金，予阿根廷政府解决金融危机。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后面去年是通过新的环境监管政策，农民认为讲安尼害因成本欠悬，所以讲真侪国家的农民拢咧示威抗议。亲像比利时的农民就是使火力去欧盟的总部示威。不过这是拄正起稿的欧洲峰会，目前是无按算要讨论农民的诉求。一只一只的铁牛仔伫报名驶入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区，甲车路挡条的，互部分的交通袂顶袂动。伫今年度头一场欧洲峰会开始进行的几啊点钟，欧洲各地农业团体拢增加抗争的力头，要求欧盟领袖多重视农民的诉求。
We're here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all the people. We want to be sure that we are heard. 后面去年通过新的环境监管的政策，要求农民遵守更较严格的生产标准，确保生物多样性，嘛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不过，面对欧洲通货膨胀、燃料甲农业原料的计销起，新的种植的方式会增加生产成本。为后面的成员国也阁减少补贴，后袂少小规模的农民是强要志在袂调。Because of post-farm gate costs, so things like energy costs, things like wage rate appreciation, other sorts of things, that were affecting every step of food processing all the way to the retail shelf. 另外，后面按算甲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签订自由贸易的协定，农民团体批评讲，国产的农产品恐惊无法度甲真俗的进口商品下价竞争。On ne peut pas aujourd'hui avancer avec, en disant on va importer de la viande qui vient de Chili en l'occurrence ou de Nouvelle-Zélande qui ne répondent pas à nos normes. 目前伫欧盟主要的农业国，为政府已经接完对农民不利的新措施，不过铁牛仔车队的抗争要持续咧拖。比利时农民嘛计划伫欧盟总部外口展开示威，希望这届欧洲峰会，欧盟会修订里面的预算，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金。暂时无甲欧洲农界问题纳入议程。公司新闻杨间编译。美国参议院举办听证会，讨论社群媒体害囡仔受到性剥削、性骚扰，包含 Meta、X 和 TikTok 的执行长拢有到位。参议员就批评这寡社群媒体伤害囡仔身心健康，未输是在害人。面册创办人萨克伯格就伫咧听证会，甲受害者的家属会实咧。五位社群平台的头家拜三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听证会，民主党籍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杜宾因此非营利组织的资料指出，金融性勒索行为正伫咧快速增加。听证会开始进前，也个先放一段受害儿童甲家属的影片。参议员格兰姆批评社群媒体是双手百废。Mr. Zuckerberg, you and the companies before us, I know you don't mean it to be so, but you have blood on your hands. You have a product. You have a product that's killing people. 这场听证会代表美国国会议员，想要解决家长甲心理健康专家担心社群媒体国家重视利润，无去重视儿童未伫咧社群平台受到伤害。真侪家属早亲人的相片来参加听证会。FB 的创办人萨克伯格伫参议员的质问下，公开向受害者家属回释咧。Would you like to apologize for what you've done to these good people?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you've done. It's terrible. No one should have to go through the things that your families have suffered. And this is why we invested so much and are going to continue doing industry-leading efforts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has to go through the types of things that your families have had to suffer. Meta 加 TikTok 是用户数量上最平台，分别拢有请差不多4万人管理平台顶的内容。TikTok 进前就互人质疑，将使用者的资料分享给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伫听证会上有参议员质问 TikTok 的执行长周受资是毋是不加入中国共产党。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Singaporean. 伫听证会结束了，一寡家长聚集伫咧国会外口，希望国会赶紧通过立法，追究社群媒体公司的责任。有家长认为，经由这寡证词，怎么正是时阵通过儿童网络安全法案。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即阵是当咧举办一年一届的嘉年华，这尤其是对小鬼仔较参加，现场闹热滚滚。这以观光业为重的威尼斯，这几年是因为过度观光、污染的问题真严重，世界遗产的名号险险都无去。威尼斯的古城区面积是7.8平方公里，敢若比咱的小琉球大地小可可尔。不过，这旅游大月的时阵，却是平均一天都有11万人到地。为着控制人数，对今年4月25开始到7月，若是无带妹，敢若算一天的旅客，要入古城就要事先预约。65块欧元的入城费，和代票是170块左右，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爱预约的城镇。
而且对6月开始要限制这旅行团的人数，集团上济25个人，而且导游是禁止放送头，避免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今年威尼斯嘉年华是以6日的红尾船水上游行来开始，尤其是以长甲正水的造型和面往现身，增加罗曼蒂克的气氛。不过，这摆嘉年华是免费入场，但未来是无一定啊。为了避免伤济游客对环境造成负担，威尼斯当局决定要管制观光人数。对今年的4月25日开始，到7月中的每一礼拜6礼拜，拢会实施算1天的收费制度，入车游客爱65欧元，差不多台票170。I think that's fair enough because it's getting busier and busi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here in January and I couldn't believe the crowds yesterday. So if they have to start paying, then I think that's fair enough. 不过，有的游客认为讲收这种入车费，就敢若另外纳税，并无公平。Yeah, it's ridiculous because you earn the money with the tourists, so you can't get the money before they spend the time and they discover the city. Before they discover the city, you can't pay a tax or you can't pay money. That's not logical. 虽然讲民众的反应无同，但威尼斯这个收费制度已经开始运作。目前在官方网站预约登记的旅客已经有4000人。因入资了后，迄天只要扫特定的 QR code， 就会当出入威尼斯。当地居民虽然讲入城唔免预约还是付钱，但是民众烦恼讲新的规定，恐惊互民众无啥嘛会无方便。Allora, secondo me semplicemente può essere un problema per tutti quelli che abitano appena fuori di Venezia e devono venire qua e magari hanno parenti, devono organizzarla bene sta cosa. 威尼斯政府讲会看状况对这项试验性的措施来做调整。无遵守规定的游客会罚款50到310欧元，差不多台票1700到10500块。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另外一个出问题世界级景点是秘鲁的马丘比丘，当地政府顶日是甲门票的业务外包予民营的公司做。不过，民众认为讲这款珍贵的文化遗产无应该是私人经营，所以讲就罢工1礼拜抗议，火车拢无法度运作，观光生理嘛自安尼受到真大影响。所以讲，昨秘鲁的政府是总算让步取消外包，这车帮才恢复正常。店头的门拢关起来，街路空无半人。这是秘鲁的旅游景点马丘比丘。1礼拜前，在地人不满政府把票务外包予民营的公司来卖，所以展开无限期罢工。地区铁路暂停服务，游客都要坐远路才有法度到位。来这佚佗的人数是减真济。秘鲁文化部总算伫1月31日让步，取消外包予民营的合约，双方达成协议，同意以政府营运的票务平台，加做过渡期解决的办法。Saludo que se haya levantado el paro en el Cusco. Es un buen anuncio para el turismo. Es un buen anuncio para el Perú. 海拔2430公尺高的马丘比丘是印加帝国上界有代表性的遗址，每一年城侪游客去遐行踏。伫爆发罢工进前，每一天有4500游客去遐佚佗。秘鲁政府为着要解决游客伤济问题，1月中将马丘比丘的票务外包予因国家上界大的飞机门票销售平台，结果引起抗议人士质疑讲，文化遗产去用私有化，恐惊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Levantar la huelga de actividad. 2, tener una mesa técnica de trabajo aquí en Machu Picchu de alto nivel con todos los ministros y la ministra de Cultura involucrada para que podamos estos temas aclarar y llegar a buenos términos. Entonces, es parte de la conclusión a la que se ha llegado en este momento en el levantamiento de la huelga indefinida de Machu Picchu. 这场1礼拜罢工，地区铁路的运输冻点，差不多有1200游客调伫当地。像那南韩、美国、德国、法国、甲巴西等等的国家，拢小连续发出旅游的警讯。不过，旅游业是库斯科主要的经济来源，有超过20万人靠这个转接。罢工若是无及时结束，恐惊会造成真大的经济损失。公司新闻江文编译。气候变迁影响到南极企鹅的生态，介意寒的阿德利企鹅数量大减。介意较温暖的天气，巴布亚企鹅数量回升，转变做无灭种危险的物种。
发出一种咕噜咕噜含啊啊叫声的巴布亚徛鹅，群住伫个第二伫个南极的科研基地附近，无用伫扑卵要饲徛鹅囝。巴布亚徛鹅，各方叫做是金刀徛鹅。目睭顶管有一块真明显白色的斑，喙的两边敢若抹胭脂。这个奇怪佮特别的外形，互大家叫伊白麦道长。伊嘛是徛鹅家族内面收上紧的物种。最近巴布亚徛鹅的数量是稳定增加，目前全球有774000只。2018年已经对近贵的名单内面除名，介绍作是无贵物种。中国科学家最近伫南极附近的阿德莱德岛考察，发现巴布亚徛鹅的数量确实是增加，岛上的数已经到8000个。可以看到，它这个企鹅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小的这样一个繁殖群，或者是底下那种连成片的一个大的繁殖群。然后像这种小的群呢，我就可以就是人工直接去数，而对于比较远处的那些比较连成片的企鹅繁殖群，我就需要去飞无人机。但研究人员嘛发现讲，最近岛上的阿德利徛鹅数量大减，目前因的数敢若剩200个。科学家推测，阿德利徛鹅较爱生活伫个南极较寒的环境，巴布亚徛鹅较爱较温暖。规年平均气温伫个摄氏5度左右的亚南极地区，因为全球暖化，南极的冰暂时融甲真紧，对阿德利徛鹅的生存较不利。另外，禽流感的疫情目前嘛传到南极洲附近的群岛，已经有200多只徛鹅去活着死亡。禽流感的病毒有可能继续拖过去南极洲，对已经受到暖化威胁的徛鹅物种造成冲击。公司新闻张培敏编译。罗西亚瓦普罗蒂海的加里宁格列是一个猫仔小镇，当地超市有一只真出名的猫仔，不过最近是去互检举违反卫生条例，就禁止这只猫仔去店内。不过是虽有6000外介意这只猫的人甲人数，5万互伊转来做店员。倒伫塘边看风景，有时阵接见卖将压一手，英雄无代志落来算钱，搁食瓜，鱼子上点心，就是小镇网红店鸟，世界朴实无华一天。捌伫街仔头流浪3年前开始到泽列诺格拉兹克这间超市讨食面，顺势店面愈店愈久，店家顺势将其收编，搁拍广告甲规律，被封做年度最佳员工。Мы сделали ему рабочее место, он стал нашим сотрудником. 虽然做过疫苗也拄过糖，不过世界无偌久也是互人检举违反卫生条例，当局禁止伊入去店内。店了饭碗一年肉都无去，卖将上门看无世界，拢食唔甘。人客伫店内排列社会要求互世界复职。网络顶悬的相关人数超过6000人，拢望伊赶紧倒来。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тик симпатичный. И он как бы символ Зеленоградска и символ, наверное, уже магазина. Поэтому подписываю. Мы,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нам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наябедничал на кота. Вот просто скажите, каким надо быть душнилой. Люди ждут возвращения, спрашивают, когда вернется кот. 其实当地是一个爱猫的小镇，世界以外也有70只猫仔伫大街咧生活，真受到大家爱护。大帮的鸟会上，设置猫的交通护士，也散发温暖友善的气氛，甚至也有鸟尸贩卖机。电管社早起饲一只猫仔，这一天都被白白过去。游客甲居民热心来饲，人鸟和谐相处，随时能看到咧顺鸟毛的人，加做当地上水的风景。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夏威夷的海盐真出名，不过其实这项产业因为气候变迁甲污染已经受到冲击。当地世代咧拍盐的家族是真拼死咧维护环境、守护产业，做伙来看。对天顶看落去，这片正大片的盐田，风景正特别。伫咧夏威夷可爱岛西部地区，做圣盐是正重要的传统。当地人相信，圣盐会当清除垃圾，采盐的过程爱照步来。As I walk in here before I enter this place, I like stopping right before that trail to take off my shoes to get myself ready to enter something like this. So I take a deep breath and take it all in, and I say a little prayer to myself. 先清出一个区域，搁再甲分做一家一家，盐田就开始慢慢形成。每年5月到9月开始做盐，当地人所讲的圣盐。其实就是一种夏威夷海盐，真侪游客买来做伴手，若摕来煮料理，气味也袂歹。不过，这种珍贵的海盐只有可爱岛当地22个家族有资格采集，任何人无经过允准是袂用私自采集。We want to continue to share the space with everyone, so that's why we were like, okay, no, let's just block so that all the boulders are here.
keep the cars here. And over time, we've definitely seen this berm naturally restore itself. 都市开发一个观光产业造成环境的污染，是这片盐田即马拄到的正大的问题。厝内几落代拢伫咧遮采盐的这款家族，就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甲延续传统的责任。I was always taught to give it away, and when my dad told me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give it away, those were such powerful words in my soul. 最近气候变迁威胁盐田的生存，海平面上升加混乱的天气，和采盐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真侪当地人即马就咧做环境倡议的工作，讲要尽全力保护这片珍贵的土地。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